奧斯陸呢邊係菲律賓一個比較出名睇到鯨鯊嘅位，咁你可以選擇潛水或者係浮潛，都可以同到呢啲海底巨人接觸到。如果你同我一樣都係中意海島或者潛水，呢個地方你一定唔可以錯過。呢度係世界15大潛水勝地，菲律賓宿務薄荷島，一條片整理交通安排、海島活動、住宿，跟手考埋個潛水牌，係你哋想要嘅行程懶人包。今次咧多咗個目的，就係要考個 A 仔嘅潛水牌。如果你都係對於平價嘅潛水地點有興趣咧，就睇埋落去啦。先梅帶大家去到行程嘅第一日，由香港直飛宿務，落機直接去宿務碼頭，可以事前網上買飛，右邊登記上船，左邊行李寄存。大約2個鐘船程就會到薄荷島。今次我哋會去睇朱古力山、揾眼鏡猴、考潛水牌，再直落宿務睇鯨鯊。出發！嚟到薄荷島嘅行程都幾豐富，我哋第一站咧就嚟到玩 ATV。咁如果唔想濕身或者俾啲泥漿整到你自己咧，就記得要帶短褲，同埋咧要着定拖鞋過嚟。咁佢有2種唔同嘅車款俾你揀咧，咁我自己就揀咗單人。咁但係佢全程咧都會有個街咧去陪住你，咁去到某啲位咧就會停低幫你影相咯。好啦，戴埋頭盔啦，我哋就正式出發。提到薄荷島，大家通常都係去朱古力山，但係就咁影幾張相就走太悶啦。我就揀咗坐 ATV 直接衝入山腳。你玩完你就明點解我叫你哋要着拖鞋啊！都要做翻啲旅客景點嘢，就係打個卡啦。沿住左邊行200級樓梯，大概10分鐘之內就會見到密密麻麻嘅朱古力。我後面呢啲咧就係朱古力山啦。咁12月到5月咧係嚟朱古力山最好嘅時間，因為咧呢段日子咧保和島咧屬於旱季，咁所以有好多嘅枯葉啦。睇落去咧，佢啲山丘咧就好似有啲朱古力嘅顏色咁樣。旱季會變咖啡色，雨季會變抹茶色。如果要睇到最壯觀嘅朱古力山景咧，就要上樓梯嚟到我呢一個嘅觀景台嘅位。咁一望出去咧，就見到有1000幾座、40幾至到100米高嘅朱古力山啦。我哋去揾呢位隱世高人。呢度住咗 Yoda 本人眼鏡猴，我哋係要尋寶去揾隻馬騮仔出嚟嘅。我而家咧揾緊眼鏡猴，點解我講嘢咁細聲？因為呢一種動物咧，佢哋對聲好敏感。如果佢聽到好多噪音咧，佢哋會有自殘嘅情況出現啦，所以我哋要好細聲。呢個位置，呢個咧就係眼鏡猴啦，佢係全世界最細隻嘅馬騮，佢成個人加埋咧只係得10 cm， 而佢2隻眼咧各自都佔咗1 cm。佢哋只有你手掌心咁大，但係對眼仲大過個腦。佢哋非常自閉同埋怕醜，所以入到去一定要熄閃光燈。呢隻馬騮仔咧全球得返幾千隻，大部分咧都係喺東南亞嘅群島會見到佢哋，而最多咧就係菲律賓嘅薄荷島。玩到我哋去咗羅伯河坐船食 buffet。一路聽住唱歌，一路睇住兩邊好似侏羅紀公園咁嘅叢林，真係好治癒㗎。呢間水上餐廳咧，最主要咧都係食啲菲律賓菜，咁就味道咧就比較濃郁啲啦，重口味少少。我覺得最好食咧都係佢嘅炒麵咯，應該係最唔服嘅。佢好似用咗印尼撈嗰種嘅調味咧，加咗落去炒麵度。中途仲會有當地嘅村民表演傳統民族舞，呢隻舞係考反應㗎，一個唔覺意對腳就變咗做夾心餅㗎啦。冇對比冇傷害，呢啲先叫專業㗎嘛。呢間餐廳個樣咧就唔係特別吸引，但係個嚟到咧都話好食。一間自助形式嘅餐廳，你揀好放喺隻碟度咧，去到隔離呢個哥哥位置咧，佢就會幫你燒埋嘢食㗎啦。街頭重口味燒烤，呢啲就係菲律賓嘅街頭靈魂。豬腸外脆內軟，點埋酸辣醋汁，真係好正㗎。咁其實就係有個人提供啦，但我哋入鄉隨俗，直接用手食。極邪惡，一碗夠晒成枱食。今次旅程最熱血嘅決定就喺度攞我人生第2個潛水牌。連續2日出海，一共有5次潛水。揀菲律賓係因為考牌平，水質又清，你唔會想潛金寶綠水㗎嘛。第一次潛水咧都會比較緊張啦，咁所以咧公司就安排咗可以先喺泳池試咗一次先，之後先再出海潛水。咁到時真係落到海咧就冇咁驚啦。呢個絕對係一個懶人潛水課程，因為每一日朝頭早只要你8點鐘落到嚟，就有架專車車你去海島潛水，完全做咗 free rider。大家唔好學我唔幫手拎 gear，兩手空空。距離我上一次考潛水牌過咗差唔多8年，我要自首，因為太耐冇潛水，啲動作有啲生硬，所以一落水先練習基本技巧。
教練教我要睇錶，留意自己下潛嘅深度，預留足夠時間同埋氧氣作安全停留。點解要有安全停留呢？喺深海入面，我哋呼吸緊嘅係壓縮空氣，而氮氣會溶解喺血液入面。安全停留會將身體多餘嘅氮氣排出。如果冇做安全停留，身體嘅氮氣唔能夠隨住呼吸排出，會喺血管形成氣泡，有機會出現關節痛、神經系統問題。所以安全停留係為咗避免因為氮氣而造成嘅不適。A 仔最大深度可以潛到30米，初時都有啲緊張㗎，特別係做面鏡排水嗰陣，學過嘅嘢一早就俾翻晒之前嘅教練。好彩今次教練超有耐性，我耳仔做唔到平壓，有啲痛，俾我喺水底慢慢適應，揾翻感覺。教練一人飾演多個，做埋攝影師，影埋靚相。A 仔其中一樣要學水底導航，全程用指筆針操作，我做緊正方形模式導航，成功翻到起點就代表完成。潛完水要打障拔，喺上面交通繁忙嘅位置上升嘅時候，通知船隻避開，作為安全提示之餘，亦都係一種位置標記，尤其喺大樓同埋能見度低嘅時候，俾船長知道我哋嘅位置。當你成功克服一望電子錶潛到落去30米嗰陣，安靜到淨係得翻呼吸聲嘅時候，見到一大班魚群喺你身邊慢慢游過，嗰種無重力感真係會令你愛上海洋。拎到牌嗰一刻，我慶幸自己願意克服對大海嘅恐懼。原來當你願意跳入去，大海俾你嘅回報係一個你完全想象唔到嘅新世界。由潛水課程、住宿、行程、交通都係由海島豐台灣潛水中心一站式安排。我嘅職責只係放鬆潛水。如果你想解鎖地球另外嗰70% 嘅地圖，可以下面 comment 問我攞資料。房嘅設計有一種自然簡約嘅風格，而喺房唔同嘅角落都有啲嘅盆栽點綴。咁當然啦，佢哋係假嘅，如果唔係嘅話就好惹蚊啦。而側邊亦都有一啲係以鯨鯊作為主題嘅掛畫，成件事咧好有一種海島嘅風情。通常每一次潛完水都會好攰，想翻去瞓覺，所以舒適嘅住宿環境真係好緊要。我住喺2樓嘅位啦，呢度望落去係望到成個園景，而呢度咧就係我哋平時食早餐嘅位置。咁早餐嘅價咧佢都已經包晒㗎啦。凌晨4點，眼都未開，攬實個篋搭 Grab 出發去碼頭。船隻確保水深足夠，避免觸底，所以我哋要行過去深水嘅位置。最後一站喺薄荷島起程，坐船過宿務。咁我哋咧坐咗2個鐘頭船就薄荷島去咗屋湖呢個地方，就係為咗見呢一位嘅深海巨人。後面嘅大海咧就會揾到鯨鯊嘅蹤影啦。其實我已經係第2次過嚟睇鯨鯊，但我依然都係好興奮。奧斯陸呢邊係菲律賓一個比較出名睇到鯨鯊嘅位，咁你可以選擇潛水或者係浮潛，都可以同到呢啲海底巨人接觸到。等陣嘅主角就係鯨鯊啦，咁有唔少人都會問究竟佢會唔會食人嘅呢？其實鯨鯊最主要咧係食啲小型嘅動植物，例如啲浮游生物，咁對於人咧係冇攻擊性嘅。差少少俾佢吸咗入去，佢真係好大條，起碼有10米長。喺菲律賓宿務浮潛就可以見到10幾隻鯨鯊，同你距離好近。好似一架巴士喺你隔離游過咁，喺我附近擘大個口食嘢，好似吸塵機咁，將海水連同浮游生物吸入。就算唔識游水都唔使驚，着住助浮衣浮潛都一樣睇到。每年11月到5月係最佳觀賞季節。想知道今集行程嘅細節，comment 或者 IG DM 我啦。